我係舉鳳，我係一隻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觀點，定隻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舉鳳，歡迎大家今日來到暗上風法。今日請到隔壁店呢一隻新嘅後生朋友，係夏立明。其實每一隻當知名嘅新一批嘅主持人，名客家人。今日兩隻主持人坐到嚟，我是已經同好講。到底本兩個好講，所以第一大家來等夏立明老愛兩三年做得橋到那度係我想兩隻主持人來講一些有意思的題目之後可能會我想出來了某一天我先請立明來了，大家問候一下。高大哥好，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夏立明。大家看啲對啊，你要出到一隻後生嘅客家言導嘅主持人。就電影講言導咧，咁就私人啲嘛。嗱，啲咧關鍵之中就了解啦，言導當言導。講到研導先轉到後生嘅研導嘅時間來看一下。啲其實讀書一出得來按你以前嘅理解來講，唔算係明星學校嘅學生嘅，一路讀高中、大學到研究所，一路轉到明星學校讀得來。就是問一下，就你要按咩讀書呢？我想可能細細時間就，會讀書應該知道。較簡單的讀書兩件事情對我來講唔係當難的事情，就因為我講就老師很愛做嘛，該就做，然後乖學生愛用，所以我知道我冇比別人講比較聰明還是怎麼樣，其實冇，我就會聽老師嘅話，聽我爺我嘅話，就愛用嘅。所以我講係唔係真經愛當有興趣讀書，一開始我知道可能咩唔係。唔過做老師讀得好。外地人有專門對英文、語文那樣嘅有當層面興趣，乜嘅原因本開始對那樣嘅英文語言有興趣咯？因為我細細時間啲沒有你嘛，所以我一開始我就想講，我用嘅當做得，我去到外國，去台北去外國讀書啊，我要看下世界。所以嗰時我就想講，一開始我知道當到生意嘅，然後係強用學英文就想講坦白做得出國，出國了啊！係啊，因為當到睇人哋用上，我就我來啊，冇學了，坦白已經出國啦，怎麼就想我當單純嚟用。我你係一開始啦哈，所以開始學嘅時間就知道有一隻新嘅方式去，我用講來改變自家，來到讓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接觸，這樣。其實一開始咩就親做一隻語言啦，因為大家細細時從唔多人啊。我咩事都係細時嘅，我爸爸媽媽偏愛讀英文做嘅，唔讀英文讀得人做到出國去教啊呢，我就出國去教。嗰種教一隻感覺嘅時候，以前讀了英文當好啊，因為讀了英文嘅時間，天天做出國去教。不過我讀咗英文之後，冇啲時間出去教，因為讀師範學業，幾時嘅師範讀出嚟等等，其實唔係做到3度可以教。用英文教是按兩個成分做到3度去教，所以談下幾時嘅呢隻感覺。因為其實有一點懂重要嘅事情，就係開始學英文以後呢，一開始我覺得難免有點因為想就是說英文系的學生有時候比較崇洋媚外。冇。我知道一開始有，就像做美國人英國人一樣。然後可是我去交換學生有一年到加拿大去，就改變我嘅想法，因為我去到嘅時間這樣發現一件事情，就係你唔管你學乜嘢啊，你冇可能變做披薩，你還要切㗎，因為你到那個加拿大，你看到你就上岸用啊，你講英文咧，冇可能變到佢條強用嘅人對冇，所以我就會想，因為嗰時有讀到有啲嗰種種族歧視的事件，就讓自己反思說，我其實到底我學這個語文是要做什麼？講到呢一點其實當到朋友都有時嘅嫁到外國啦，有時嘅去美國啦，也係去冇管用嘅地方，其實朋友全部都移居到不同的國家去嘅。確實有時嘅我讀到嗰種對於比如亞洲人，他比較
哦，给他想的是哦，没白人呐、哦，就是你不是一个白人，特别他这个美国最近这个政治的风向球哦，又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想法，对于某一种种族的那种感觉开始有你讨论起，所以我说那种现象，一种唔好改变的。不过因为你这个唔係單純去做英文老師，聽咯。你後邊要行到了媒體了，做 UDN 有代購，因為呢英文的關係要做外電編譯，所以那段時間呢，就記者老編譯的成分，你這個有哪個關係？有啲嘢你睇完就講，你睇細件了，佢唔知自己要做乜嘅。我知道我咩按用嘅嘢以前啊，就講你問你想做嘛，講唔出來，想做嘛，可能做倆做幾次可能按用。不過我慢慢發現講，倆後生人做得想，跟我唔想嘅做乜嘅。我一開始做行商嘅時間，因為我啲原住民部落嘛，點解我就發現教育冇辦法改變我學生嘅命運。怎麼咯？你可以把做老師在裡面講出來。真嘅啦，因為現在的教育制度是不適合原住民學生的，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學的英文，我的英文專業在原住民學校無用武之地。冇辦法搞。都在搞，可能全班25個學生，可能只有3個到5個學生，至多。對，所以我就會想說啊，如果是這樣的教育制度。我不想要在這裡。基本提出到嚟，要發現到喺家長咧都唔好細年嚟去讀聽到英文，也讀聽到書，當然唔係啊，跟安尼家長叫一上去細年當好讀出來，本意補習咩動作啊？應該講了解教育嘅內容，冇適合安尼嘅原住民嘅學生誒，他其實是為了。我後來，所以我為什麼連接到之前我會讀書這件事情？我後來才發現，其實你會讀書，表示說你是這個制度的，一個就是說你特別適應這個制度，那不代表體制內當強啊你。沒代表你多聰明，他只是覺得說啊，我剛好在這個制度下生存得很好。但是呢，這個制度是不是適合每個人？他其實不是。某一天，所以我就知道做行商兩件事情對我來講，就開始有一點點冇從原來上嘅愛用，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去可能做別的事情，做研究，開始做一些很有理想的事情，想要當一個人權捍衛者。可是當久了，你就會發現說，原來在你每個理想的工作背後，它都有非常複雜跟現實的一面。所以進到媒體是我真的是重新省思。我第一次問自己說，跟我想做嘛？我做在做嘛該東西？因為其實我做媒體人以前我對於電視的感覺是很負面的。雖然我很喜歡看電視，可我因為以前做這些理想的工作，就覺得啊，做電視很膚淺啊，電視沒有深度，你知道？就是以前會這樣想。可是我回頭做了那麼多事情，開始想，我覺得說。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很喜歡表演，很喜歡跟人接觸，很喜歡傳遞訊息，所以最後進來這一行，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巧妙的緣分了。其實因為剛剛講到媒體嘅工作、記者嘅工作，其實反過頭來，本人開始一想，那這個想乜嘅？我前面講到嘅地方嘅時候就好，所以講。以前你唔知要做乜嘅事嘅，剛開始一想嘅事嘅，親手做一件事情。所以講，我唔想做乜嘅刪去法嘛，對，有五件事情我想要做嘅，都可以寫單嚟寫出來。那唔想做嘅畫題，然後這個畫題兩隻可能做得做也做得唔可以做嘅，像我從到兩隻時可能做應該可以做，但我可能我當想做嘅事情。留到嘅兩條咧，可能用讀呀，咩讀？你甚至用讀嘅沒哦，就讀一下，讀了2件事情來讀一下做一下電視節目主持，讀一下去參加那個電視節目客串國外比賽，進入到了不同的體系來，可能就會產生一種新的變化啦。我說其實那種刪去法沒壞事情，
不过看到我爸爸妈妈佢哋嘅想法，佢哋就知道讲，既然我做主持人，浪费很多时间做嘛，因为做欣赏，因为做研究，做嘛做很多，唔系浪费时间。其实我大白就要老佢哋讲，唔系因为了解我老配嘅主持人冇用嘅地方，因为我有我七個 test 嘛，还有我經過嘅事情，老片人冇空用，所以我冇空用嘅故事做得講。我說的點其實董春陽，董春陽點就是講，我是到主持裡面空用，當然我是我哋喺度講咧，幾發可能係聽淺嘅，係唔拉資深都講了。不過我想問就係，主持人本身嘅一個風格，係攞佢自家養成教育，係當複雜嘅時間，我說佢出現到熒幕前面嘅時間。佢表達出來嘅東西可能作為老配嘅主持人唔可以用，因為可能當然講啦，因為按你講兩法本配嘅懂資深嘅前輩大哥大姐堂中，可能會拿你做起媽了。不過我想其實呢件事唔係壞事，一定唔係壞事。我想呢一節吼，你先他們先談一下黎明佢樣嘅行到主持呢條路嚟，你下一趟嘅時間我來好好嘅。談一下，咩好看一下黎明對個主持人以外，佢還有做過動奇怪嘅事情。所以咧，動奇怪嘅事情哦，等下你都海接來慢慢嚟談。你海接出來。因為你寫是個學語文哦，所以你想愛唱英文歌嘅，所以就開始去查個英文嘅歌詞，念一念，然後將有辦法來配下來，然後用唱嘅樣。係因為係聽當到嘅英文歌，嘅英文歌曲喺邊度呢？佢講法有一隻。咪西啊，就是有一首歌叫《棉花田》（Cotton Field）。When I was a little pre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something like this。剛剛上一段哦，你看到裏面哦。講到佢樣嘅做英文嘅教師，要行到媒體，要樣去上到自家踏到呢條路來前後，到底自家做乜嘅？不過你話你下，我講，係講電視台就太火爐嘅話，裏面啊料上全部跳落來哦。那跳落以後，我就咁講，裏面已經唔係主持節目天天咯，唔係老自家變到客家電視台唱歌嘅比賽，呢件事情講真嘅。然後對主持人的呢個身份的連接，主持人應該去主持唱歌嘅節目，唔係選手呢，有一種裁判加選手嘅身份呢。咩，因為嗰時會參加吼，喺我印象我做主持人，也係講我啲電視當歌，我自家愛有乜嘅一個形象，就對觀眾來講，我有乜嘅幾期待我嘛。我對我來講，我就想到兩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當然係因為我自家嘅身份，就是因為我自己我自家嘅同志身份，所以大家會想哦，老配嘅主持人冇強用，結婚嘅對象老一般人冇強用，幾期待。那我一直當中央我知道就會我本身我根本係乜嘅，我的根源是什麼？我知道有乜嘅客家嘅東西，我就想去了解去參加。哦，尤其係。講較好教的啦，就比如講唱歌呢件事情，因為唱歌係唔係因為自家當會唱歌樣而去比賽，唔係因為去比賽，真有機會去學了條客家歌曲，佢基本都有當到客家嘅東西，嚟俾做嚟去接觸或者去深入的發掘，呢對我來講係挺重要嘅事情。係因為你寫是個學語文啊，語文啊，學語文啊，真係就係。像你想愛唱英文歌嘅，所以就開始去查個英文嘅歌詞，念一念，然後將有辦法來配下來，然後用唱嘅樣。所以就想你下自家用用唱歌嘅方式來搞自家學法一件事情。所以那件事情咩當有意思啦，我們自家先做學英文嘅時，其實同一條脈絡啦。同一條線。我學英文就係按樣學嘅，有當當人講英文嘅時間，講我當標準，像外國人那樣嘅，係因為我聽當到嘅英文歌，嘅英文歌曲喺邊度呢？佢講法有一隻咪西啊，或者是台語叫會考嘛。嘅人學嘅時間，就留嘅腔下學起來。真嘅我以前聽唔識佢哋講嘛，唔講我唱嘅出來，留佢腔嘅按樣嘅感覺。
比如说有时候一些英文老歌，它是比较有一种南方的腔调，就是有一首歌叫《棉花田》（Cotton Field）。When I was a little pre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something like this。就像按钮，唐东人就说，用按省器就会好，所以变到俩爱好客家歌咩按钮，比如讲爱从陈永涛老师的歌曲，佢讲会录嘛，爱讲吸烟，唔讲爱去弹佢，佢中国嘅时间。開了強以上啊，中國嘅。佢係唔止迄個強，還有佢創嘅時候用嘅來表達來表現，比如講南門看下牛郎樹當山門，閨女強飲，就有一種講法嘅那種方式，東後高嘅地方。所以對我來講，就是說，原來學客家歌曲對我認識客家呢件事情，也係講客話呢件事情。真嘅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我知道中國嘅現場你今天沒有來看一段 VCR， 那段 VCR 就係裏面參加嘅客家電視台中國嘅比賽時間，那當下佢讀嘅電視台裏邊用嚟唱客家歌。上大，太熱咪唔好上大，上大天空唔係打到人就半人大，阿公帶你去煙灘做太禮嘛。你講排到啲就係冇上岸東，就上大白來衝就發翻就上數字頭嚟真，講真咧嚟，因為佢因為名主持人，對呀。但是其實希望發揚客家文化，所以嚟到我哋節目，從我們睇下。阿 Q 帶條學跳水，沙流江流下江摸海，娘娘數。秋水愛天外面水，外面水漲外江水，先前河水。阿公教你學米水，一扎沙古的多貪。與其說比賽，還不如說來練學習啦。老太家講下做朋友啊，來學樣去唱客家歌曲，因為老七家表現得較好。所以真見知道七家有當到進步一樣。所以真見當感謝。河水，阿婆做下隻僵屍。阿公講佢鹹鹹作到太魯曼。大家看到嘅黎明唱歌一樣啊，像其實安尼現場第一係機會嘅時間，安尼隨時都在 Q 裏面嚟現場唱歌嘅。特別就係想來到現場嘅來賓，要唱一條歌，就想嚟彈到一條歌嘅。因為特別彈到就是想彈現場之前咧。唔會唱歌喎？我當然唔會唱歌呀。真嘅嗎？唔會唱客家歌、貴語歌。我真係唔會唱歌，真嘅。我說你有去搞過嘅美食節目，當然咩當好生美食啊。就嘛講，就上映到食物當中，一直聽覺到味覺。其實最直接嘅東西，唔是透過想象。不用多你講底本啦，不用多做底本，佢1秒鐘嘅時間就做得底講，啲東西馬個上映，馬個旋律，酸甜苦辣馬個味咁樣。所以你做去參加嘅美食節目有迄樣嘅。因為我本來就主持過主菜嘅節目，我倆下主持還有一隻外景節目，每去抽監獄去食東西啊，所以我知道，因為對觀眾來講食東西呢件事情係大家都好看嘅事。你這樣講啊，食東西，係做嚟食，所以要參加當然係因為呢種節目當然做啦，要來參加客家嘅美食節目，當然咩講。有了個經驗以後，咩老家前面強用，你唱歌有客家嘅元素落來，給你主持節目，也講到美食有乜個客家嘅元素，所以來參加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包括今天的節目也是一樣，你就會本來印象講，我老客家嘅關係係乜嘅，就是一直去做那種連結跟衝撞，我籌備一張
董神奇就让个朋友讲，参加个闹热大擂台嘅朋友讲，你阿冇比赛，睇下冇马冲下脚講你因為平常時真嘅唔係講，當然真去請啊，去 Google 佢冇像安尼看電視、看名錄嘅種新歌，要硬跳出來，唔係嘛，你愛去請，所以董神奇就會客家呢樣身份哦，見咩講董子賢講哦。你抽給漢語就哇有客家的靈光注入，你要一起，我漢語我係用版的漢語，我講西煙有用的，做用的講，我用表達自家。又開始呼籲天師台啦，呼籲客家語言飛其實你客家歌手正經有時嘅發片嘅時間，睇啲都點嘅，因為客邊緣化，沒講主流，所以講唱片公司也係製作公司講，真嘅發錢，像美國咧嗰度歌手，去老佢做一隻當好嘅 MV 啦，然後來變到給人家講，因跳出來嘅種 YouTube 嘅平台嘛，其實公司見嘅當難啊，所以也可能沒有定嘅客委會啊，也客家電視台哦，想辦法用用嘅方式，用網絡嘅嗰種新嘅傳播形式，本按樣嘅客家歌手嘅客家MV 啊，那個吼，真係有做出來嘅時間，佢做得哪個再去 support 佢，想辦法做嘅 YouTube 啊，兩個不同嘅網絡嘅平台做得更頻繁嘅，去佢跳出來。正因為我禮拜比賽嘛，我咪寫嘅有條歌曲當好聽嘅，本來唔係客家人嘅朋友，其實佢講客家歌有呢種歌曲啊，根本就冇聽過，冇想到做嚟做按天台，聽佢就留流行歌中用，佢就留人聽英文歌啊，你喺裡面會聽韓文歌啊、日本嘅歌曲啊，佢咁嘅意思，你做到嘅做出來，本大家聽到中意嘅話，大家就會好奇嘛，就會講你係咪原創嘅？你係隻文化有乜特色？其實大家看過安尼客家電視台嘅戲劇沒有？而且我特別想講，有時嘅真嘅嘅戲劇裡邊有當到主題曲啊嘛，個啊，安尼做得請嘅客家嘅歌手、客家嘅作詞作曲呢，搶下來為一個戲劇打造。因為像剛剛講到韓國咩？韓國像前包嘅鬼怪啊、孔劉嘅帥哥哦，佢嘅做嘅電視台，看嘅電視台嘅網絡當埋嘅 YouTube 都當到嘅種一隻跳出來就鬼怪呢隻。連續劇嘅主題曲，不同的片尾曲、片頭曲，慢慢全部都做到後，咁樣一種方式啦，透過一種音樂的方式，然後客家嘅戲曲，然後音樂結合在一起，然後因為戲劇嘅力量有時嘅可能還有推動力，再加音樂加起來一些，某啲叫做的推動到較廣泛嘅一隻樂聽眾去啊。對，因為就像國泰國講嘅嘛。泰國唐人講嘅話，它很好入門。你講黑米仔唔係客家人記得來，考客語認證，好合法嘅東南啊，真嘅難。我想，因為講到網絡哦，我想開團嘅時間，我想請李明來談一下一隻，我是用自家咩當好奇一隻問題，因為安尼講到一定要面臨到一件事情，你係一隻新嘅網絡時代，到安尼個網絡時代來臨。新的主持人，新的一隻溝通者，你會透過網絡平台，去讓更廣大的聽眾觀眾去接觸，不管係做節目，也係做節目，我知道佢係一隻新的課題。我想開段嘅時候，你兩三隻過來好好啦，大家談一下。你睇其實當紅嘅就係網絡直播，你即係用一款直播嚟嘅東西。用錄料嘅事情沒人用。只有在海水退潮之後，咱們發現美魔作夫開一隻個人的網絡直播台，你經常做乜嘅？因為我做線上就發現哦，當到青少年也學生嘅問題，其實係因為佢對性還有愛情兩件事情都好奇，咱們衍生出來一大堆的問題。你上兩段哦，談裡面人啊，就當腳嘅速度，應講。我嗰時候兩個主持人講話速度
然后咧规则节目的频率、速度加快啊，之后导好，因为当都是影响我谈，所以你讲的速度较急对吧？反正太过较听就打字一样，给他大导螺丝啊，所以你是安尼讲的发较多。不过等等来讲，所以其实安尼刚刚讲到你较新的时代来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做电视台，你开始可以面对一个很多网络。人家其实同步就会网络直播，你这个用一款直播来东西。我知道咧，一件董事员嘅事情啊，就是讲以前嘅主持人哦，可能佢做在给你大家下演，就有点像没像偶像啊、歌星这样子，有一个自家的形象。啊，人家主持人唔係講沒有形象，而是說佢你背後帶來形象，老給自家做唔得差太多。某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好像跟我們的生活離太遠。有沒有就大家會知道講，我跟這個媒體，或現在我跟這樣子的媒體從業員，我們幾乎是，我們就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你下主持人跟老觀眾做朋友啊，做唔係講你下罵觀眾罵人我唔公平人啊，我就想按樣做，你下懂哪樣嘛？所以我知道你下懂到的網紅裡面。一直刺激電視台，然後以前的主持人講，今日你下觀眾朋友冇傾向，佢要表達佢嘅意見哦，冇佢設計咩可能開一張台，你話你做設計媒體都個人非常容易嘛，各媒時代對。唔過我還有想到一件事情嚟講，你啊雖然講有按多人想做網絡嘅節目，沒有當到嘅網紅，不過真係網絡上還有一句話，其實我知道咩。懂適合你下來討論就係講，網絡呢件事情沒人用，只有在海水退潮之後，咱們發現慢慢冇做夫。因為呢，你做網紅，也係做網絡嘅節目，你可能做得做1年2年，你講同樣嘅事情，你講超過大家就知道，都很無聊膩了，知道冇乜嘅神奇。那給按用嘅法，你就會遇到問題嘛，遇到瓶頸。所以唔管喺電視啊、網絡，我知道我用嚟做長久，大家對你有一種親切，我知道你懂親切，有對你有信任感。但係這個維繫，我知道蠻簡單呐。就你下做對比較考題本好誒，主持人得本來一個考題，你下天天做本一隻機會哦，有一隻資金 sponsor 資助你，開一隻個人的網絡直播台，你傾向做乜嘢？我上過嘛，我設計傾向做嘅節目其實有2種，一種係因為我做線上就發現哦，當到青少年也學生嘅問題，其實係因為佢對性還有愛情兩件事情都好奇，才會衍生出來一大堆的問題。我設計咩寫過一篇論文，其實我係講學生嘅19嘅偏向啊，啲原住民的學教，不然我想講學生用咩19係咩因為無康用嘅啊，發生乜事情啊，也係講原住民文化底背肚皮就會好19，當然影響到原住民就好19，結果我發現唔係咁用哦，大部分學生佢要19，也係佢要做動作嘅事情，係因為佢對兩件事情都好奇，所以佢上去做嘅時間就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媒介，就會其中的一種，佢可能。可能知道有可能係啊，聽隻反應就會有可能。學生老酒，因為大部分大部分學生大家都有喝酒的經驗，大家就好多。只是很多小孩的世界哦，我覺得是大人所不理解，他不會跟你講，他有自己的一個世界。所以佢哋設計做馬19啊，因為佢老同學要表白的時候抹蛋啊，表白要怎麼表白，或者是說我表白了。國中生哦，表白了我就可以跟你發生關係嗎？按用的嗎？冇人搞佢啊，就顯示就係很多的案例是這樣子。唔過我就知道我上做節目嘅話咧，係可以重用。我上老貴中生、高中生、後生人來講，來談這2個議題。因為其實另外一個案例就啲嘛，在挪威性教育都是真人示範，給安逸當到家長堂都學習嗰種咯。咁啊，講下性教育真人示範，用假嘅大家就會就可能懂難以接受一樣嘅。不過唔去講，細人係會做。咱係知道懂奇怪嘅事情就係，
太家 CC 时间，其实就第2件事情，就太应用诶，其中有讲还会做。唔讲你去那边太应的时间，又印很声音啊，佢做唔得，你莫讲，你莫做。太家唔记得你去家 CC 时间，就会太应讲嘛，根本唔会谈好。那件事情当重要，体育上做的迄2种节目，体育就上做的迄老心理健康、心理卫生有关系，因为是当多朋友。是自己的朋友，佢有可能忧郁症啊，也还讲有当多嘅拄到心理的一些考验跟障碍，所以应用的来做一张网络节目来讲2件事情，你每次都会来上做。挑战，所以说重点就你按你讲的是网络直播，嘿，所以你用网络直播按两个方式去做一个性教育的节目，按做咱两形容的，懂吗？每底部一定有一定程度的那个人家去谈到的，对台湾来讲，其实係太家的禁忌。也去发动重要，就有关于性的问题搞不稳。也责任就来了。对，然后变到讲，如何去老当年轻，因为网络直播有它特色嘛，就是某所谓的18禁的问题。除非他把你检举啊，那样啊，唔開台嘅時間，那個嘛冇你咁長。那像挪威那樣真人示範，可能一開始先是前面幾張嘢咧，可能沒模擬，有辦法讓關停啊，因為開台即個台啊，原則上技術面來講，應該冇辦法讓關停。佢你即個上燈停燈那件事情，啊，你現在講一下點啊，就講會發生乜嘅爭議？其實對我來講，尤其我哋下啲天使台嘛，所以我沒冇可能一開始就很真人示範那種有冇一下做到極端，可能因為我哋下做是沒冇像以前哦講按理上講一下就會做到用的，因為你一下上做到極端，可能一下就幫你切斷了就冇的嘛。最重要是那個延續性嘛，所以我去個上法咧開始越來越清楚，就係講。迄啲動作嘅新聞嘅事件開始來講，因為總嘛會有兩則新聞，兩件事件發生，就像我講嘅，以前啲學校督導學生，唔管係19啊，也係老性有關係的一些，不管是性侵或者是一些同學之間因為好奇而發生的各種衍生，叫真實的事件出來，佢愛討論兩件事情，你就會開始想嘅原因係乜嘢樣嚟解決嘛。那當然講唔係搞本藝，係搞本藝嘅節目，所以節目底部度一定要有相關的比較年輕的，係一定係要按用啊，有人要來講來 sell 嘅講，那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思考這件事情？不過咧，你講真嘅咧，就講剛做嘛講啊，先講一個點，一個點就講你先來談可能。等，你節目會不小心讓你打開來看嘞，會面臨到第一個爭議性的這個責任性問題啊，一個責任的問題。那等等，其實說的這個延伸還一談就講，那件事情，你阿沒讀電視台做主持人啊，你會知道講你節目冇辦法讀電視台做呢？第一啦，電視台有當多冇必要嘅框架，老規聽，因為。啲天師蛋糕哦，有時即係講，有時冇講法啦，你做乜嘅動作啦，吼，你做乜嘅都可能有法令的，或者是現在 NCC 的規定，它其實是很嚴格的。但是為什麼網紅這麼多，或者網絡大家這麼喜歡？就因為講網絡是很真實的，可能某個國中生，最近比如說有個國中生，他模仿那個妥瑞氏症的人。然後呢，大家就開始狂罵，這個以前根本唔係啲天使蛋糕出現嘛，佢做嘛幹按用做，因為你知道他自己沒有任何的拘束，那可是他這樣做，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大家就會開始討論這件事情，甚至是很多人就會開始罵佢講嘅按用做唔得，所以講咁多到底就天使節目你會做嘅係乜嘅東西？而家種節目做嘛會做網絡直播，做嘛會老網友互動，就因為講。唔像蘇多利以前嘅那種種種的框架或限制，大家對天師嘅想象就會講啊，我們要從電視接受到一個已經包裝好的一個東西。好像其實天師多利好，你想講，就是天師其他多利嘅時代很多的
扮演嘛角色啊，其实咧对好看电视的人来讲，其实我很内倾向来讲啦，很内好看电视的人啊，唔係講當長時間停到網絡當方面。跟人那種就老嘅，係老嘅。你下對我嚟講，當到朋友，其實當到佢發到網絡當嗰啲時期，已經當場嘅。咁我後來我自己去試過算一下，我啲時間唔係講特別長，所以講我自己按樣一年，怎麼對網絡冇產生一種像天使的落帶傳下來一種這種依戀感。所以咧，點某天下節嘅時間，我來請問一下立明，做得出一隻節目，不管佢變到電視當中，也變到網絡當中，你用有辦法吸引越來越多關心嘅議題你去看佢，好像呢個過程係值得你來好好討論呢一點，你下節來談嘅。網絡直播變得嘛該，你可以網絡直播帶下留言板，就開始有你。我是台北的高一峰，我現在有心理問題需要問主持人，就大控制印證那就更速率更快，流動更快。透露嘛該事情，本太搞了給聽啊，網友就可以來當製作人。嘿，你兄堂嘛該，這集我們要做什麼主題？兩哈問題按動，你會談婆媳問題，還是憂鬱症，還是說現代人心靈空虛找不到夢想？你老來講，你就會倆找節目嘅製作人。一連登三團，你老立明講到當到老佢自家身份有關，咩老佢想要做嘅事情有關，咩講到你下你新一代後生人其實你要去面對到新的時代網絡時代帶來嘅訊息嘅衝擊，以你按樣嘅開始去思考製造訊息呢件事情。其實我一直想講其實聽到老立明聊就會講，家有談到講兩集節目，一集節目其實係老心靈有關。談到呢隻關鍵字時，我想到講奇怪，其實我印象地包黑色，至少20年來，當時去想到，可能有做，可能我冇看到，係專門交通心靈咁樣嘅一集節目。所以你兩個去想呢個節目內容？其實咧有兩個想法係講，我發現啦，因為老我自家嘅故事關係，就係講，我知道大家都好親愛嚟講深度嘅法，就我老唔講其實你下最近又發生乜事情，你想講哇，你下年看起來都快樂，就像你講嘅看動盪嘅天使明路一太資訊動盪一太對，不過大家嘅深度有可能是很孤單的。不過佢講人哋，他說這個世界那麼熱鬧，怎麼會孤單呢？不過我知道大部分的人也係講懂人，我身邊的人佢係安樣。我沒發現，因為我有朋友啲做精神科醫師嘛，門診越來越多的人來看，做嘛安樣。所以咧，因為有呢個現象，然後知道講以前我想到一個心靈或者是一個講身心或精神的節目，可能一個醫生來節目嚟講，乜嘅係憂鬱症，blah blah blah，就一堂。你下假使你做一個名錄節目，咩係請到一個主題，大家網友做的，你就從有啲從線上問診也好，或者是說你可以打破醫生老人講乜也好，你下我咪做直接來問醫生講，你下我有兩個想法。給也有那種困擾，那用來解決。其實早期有廣播節目是這樣做，或者是早期有一些，它其實是有一點復古我覺得。對。來信什麼。其實一開始也冇人做其實立明講嘅時間，深度方向講嘅話，其實咧當復古，非常傳統。怎麼講？你嚟談下個形式節目形式你嚟講呀，TDM 網絡直播，給一新的方式，確實。佢圖臉書圖當到平台，全部直播平台全部都做。我聽你點，你請一下來賓，精神科醫生來到現場，看下直播嘅時間，開始做談了。我冇辦法完成一件事情，第二電視台冇辦法做到一件事情，你下少做啦。所以講，本來賓提問題。以前大天媽call in嘅節目，總會呢個形式咩？現場call in，然後
彰化的什么先生，口音就开始给人家问题。网络直播变得嘛该，你可以网络直播带他留言板就开始有你我是台北的高一峰，我现在有心理问题需要问主持人，就大空就印证它就更速率更快，流动更快，所以节目的内容形式来讲，说其实也蛮传统的，没用英文 old school 老派的它是非常老派的一种方法。不过你这种方式做本形式，它会好像你想要看两件事情。因为经常来讲，你喺高中生可能唔伫口音节目嘅擘嚟做，樣嚟做吧。你嗰時咧，你伫口音節目嘅樣嚟做嘅，你下可能其他都唔伫，不過其他方式就轉偏多網絡直播嘅留言系統。那開始用口音嘅概念，唔是就講法用大師按 Enter 就上頁，然後佢就傳過頁，差別就講。你對講法是個亮山，然後幾十條留言出來是個那叫乜啥了？互動的需求一直在嘛。不過你跟我做，其實不止係講你個醫生，也係你個專家老網友嘅互動。我家有共同嘅，可能會請網絡影音或新聞，透露乜個事情，本太搞了給聽啊。網友就可以來當製作人啦，因為老安一講，你喜歡談乜該？你喜歡談乜該？這集我們要做什麼主題？兩哈問題按動，你會談婆媳問題，還是憂鬱症，還是說現代人心靈空虛找不到夢想？你老來講，你就會兩隻節目嘅製作人，兩個親上周圍，也今後你沒做得出錢，因為以前電視台加出錢，你出可能大張也出50K，你就做在了。眾籌的概念，就是大家懂後搞，群眾募資，群眾募資。你就唔是去甲應上講觀眾上看嘛，敢唔啲硬要做了，觀眾直接來參與，來老人一講。其實那邊係蠻難的地方啊，因為我知道做節目後，到前後輩其實難就難在講，你做乜談講法？一件事，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你做乜讓對方？聽一件事情，那兩件事情做得。當然就當粗糙啦，因為講當簡單樣嘅，其實佢當難。就一隻你節目有你想要談唔講，有13年，有當中你要談13年講法，有當中你想要留13年溝通，呢隻節目可能就會成立。不過呢點嘅時候，台灣有隻點一出咗董事出現，所以講剛一開始就講到，其實在國外當嚴肅嘅議題，政論性節目、談話性節目，其實做到。當好看，當好收，不過對應收嘅過程裏邊有談到當重要嘅事情。你也其實切開來，就會好高嘅事情就變綜藝節目那樣，然後當嚴肅嘅事情就全部當嚴肅就會談那樣。冇法可能當台上，就用台上嘅，就有的節目就當台上嘅。有些人未搞唔清楚嘛，按台上講法咯。我覺得當台上就講到一種當嚴肅一樣嘅，我覺得當台上。可能沒那一種幽默感啦，可能他唔低那種幽默感，所以講兩件事情就台灣分開來，如果較少合到講下什麼，都唔知家見樣看到外國嘅節目。其實係我做媒體親想做嘅事情，因為我以前關心當多嘅人權嘅議題嘛，有時就會想我們按時用伊關心咯。唔過我去甲看到安尼做嘅方式，唔過也去街頭抗議啦，也係講發表研究或者是各種方式。其實你係老一般人你有同意，睇下講跟老外冇乜嘅關係，也係糖食。所以講因為本人糖食，其實你下當到嘅網紅，安尼看到咪係記到做嘛做得按成功按導演看。佢講嘅發太假糖嘅事啦。以前周天師那有可能講台灣國語，台灣國語，太假就不可能被電視台錄用了嘛。結果人家啲名錄當過，你台灣國語，大家覺得你有特色，會記得你。當神奇一件事情，講法唔是講按標準，因為你啲名錄當過，咩唔是上又一講，又以前要做主播運用嘅，然後這種限制完全都打破了。所以講你係咩係韓白嘅節目可能嘅形式就會講，假使有一個主持人，某一天可能係要做唔到某一天，佢做得前到兩個方式係，佢本太假尤其係啲後生人，知道講，哪伊冇媽冇強用，唔過你要做得老一件事情，東南嘅事情你講就糖會食咧，你就知道你係未來嘅主持人，當初嘅一個特質。其實我自己感覺就係講，因為
两下时代因为变化，然后越来越多新的想法走出来。不过很难的就是讲，新的想法有办法寻到平台嘛，寻到支持嘛，寻到当到周边的协力，才有办法让一只可能较年轻的一只理想落实。所以其实你挺难的一部分了。有些个有一只创意出来，创意没可能，以后台湾电视可能还蛮出现那样的东西。台湾的网络可能有年开始做，不过可能蛮有影响力，还唔拉太。你讲佢还有当多地方还冇谈到，叫做谈得到的话，所以全部都係像里面那样，其实有志于想要做一只面对镜头的主持人，想要去完成。因为对于安尼来讲，就会那只平台的，像以前我做杂志是像总编辑一样的。你可以听那个平台发展方向，可以听那里面所有的选题，可以听那美术我念了做，三幅我念了做，背板的颜色黑马改，抢个来宾的马啥，阿方马啥，他们议题的马改，所以其实就会像一只完整的总编辑去做的事情，像其实当期待来听那两个事情做的落实在安尼条新的时代。咩东西有当到给长辈、老前辈给支持，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话。你一开始你就想讲，你用可能，哎呦，你天不用录，不用蛋糕，那太肤浅了，那一点都不深。一开始你就按用讲哦，因为他发讲，一开始你就看水影，对吧？给古木做我们一来嘛，给你前辈还有你有经验的人，你就会挑出来讲鼓励。也係講唔講用嘅方式來，大家叫下來做兩件事情。此可能也係本機會本後生意，不過機會就冇本你做唔是做啦，講了爭議太大冇可能啦。假使全部人就係想看水兩件事情嘅嘛，做唔起來咩唔單槍係後生嘅爭議，也係單槍一生嘅爭議，可能係兩個環境嘅爭議。所以好像其實當初一點就是你有新的想法咧，後生年，受到台灣一定當到，像裡面那樣其實當有才華，咩當好嘅高，咩當有理想，自家有想要為到呢個土地去奮鬥當到佢想要堅持嘅，不管係性別議題、人權嘅問題，偏鄉教育嘅問題，所以其實團隊在後生年有一個主持人嘅心情，用呢種方式去面對那樣嘅議題嘅時候，其實。可能比裡面受過較大一些咧，不過談起來其實係感覺係當好嘅，因為最因為有那樣嘅後生年想要去衝撞那樣一隻體制，將有可能留 Q 嘅東西先打掉，再個創作一隻新嘅出來。所以我想佢比當番戲做得倡導裡面你來搭水果，你希望還有機會再個搶裡面。去談下那多幾嘅想法，新的想法。當然，新的想法落實啊，係，你係尊重有嘅。當然希望客家電視台冇留家嘅當剪台，因為特別建議只係會剪得就打上嘅。好，使用啦，拜拜。謝謝。OK， 謝謝高大哥。禮拜六裡面打嘴鼓，看到佢做一隻彩虹玻璃珠。佢打開數，就即刻變下來。特別彈跳，就跳到無困樣嘅平台當背。一隻係創國嘅舞台，一隻係多元成家意識團，一隻係抒情嘅戲團。佢特別彈跳，就創出一堆無困樣嘅彩虹顏料，特別顏料就無困樣嘅色。佢本即個因彈跳係，彈跳到呢隻台灣，更加好嘅一隻年代。